嗨，大家好，今日講嘅係星岸數據第36個視頻，介紹演員甄子丹生辰資料，喺維基百科下載。星盤中有個特別星格，日月夾水星，甄子丹以武為魂嘅國際動作巨星。1963年生於廣東廣州，出身武林世家，阿媽麥寶嬋係國際武術家，自幼隨武習武兼修太極、西洋拳術與自由搏擊，奠定實證武學根基。11歲移民美國之後，佢受李小龍影響，深耕自由搏擊。1978年赴北京十海武術隊深造2年，成為李連杰同門師弟。1984年，甄子丹受袁和平賞識，主演少太極，正式踏入演藝圈。1992年，憑借黃飛鴻之義、男兒當自強中反派納蘭元術獲香港金像獎最佳男配角提名。次年，新龍門客棧嘅曹少欽一豪成為武俠經典反派。1995年，電視劇《精武門》中陳真嘅熱血演繹，俾佢聲名鵲起，其凌厲剛勁嘅武打風格深入人心。2000年之後，甄子丹兼顧演員與武術指導2個身份，《千機變》、《殺破狼》等作品嘅動作設計屢獲金馬獎、金像獎嘅認可。2008年，葉問成為其事業巔峰，佢耗時9個月研習詠春，憑借儒雅又堅毅嘅宗師形象，斬獲華表獎大學生電影節最佳男演員。後續4部葉問系列成為華語動作片標。近年佢開屆荷里活，出演花木蘭、疾速追殺4，更加擔任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評審會主席與形象大使，推動華語功夫走向世界。生活中，甄子丹歷經2段婚姻，同第2個老婆汪詩詩結婚之後育有2啲仔女。近年與長子殷文卓修復關係，家趨於和睦。作為第14屆全國政協委員，佢始終以傳承中華武術為己任，將實戰性與觀賞性西融合嘅動作風格喺國際影壇係樹立起獨特嘅印式功夫標籤，成為跨越時代嘅動作巨星。星岸將每個喺 YouTube、Facebook 同 Res 更新，歡迎有興趣嘅朋友觀看。甄子丹嘅視頻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嘅收看。